1分鐘帶你參觀呢間現代小輕車嘅品味家居。全屋以大理石紋、奶油色系家具配上薄荷綠色牆身同大理石紋地磚為主，優雅清新。大理石紋拼米白色嘅特大獅字櫃，貫徹全屋設計風格。L 型上下架床，提供舒適嘅睡眠空間同額外儲物位置。加入化妝台連鏡，再利用樓梯後方位置打造置物架，善用空間。廚房加入咗高低台設計，方便舒適。廁所就用咗特大鏡櫃，提升收納量嘅同時，亦令廁所更寬敞明亮。想睇到更多裝修案例就快啲 follow 我哋啦！我哋仲提供免費上門度尺報價設計畫圖，歡迎致電查詢。